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今日欢迎收看7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首先来关心天高的疫情。第二影控爆发咱本土性天高热的病例以后，市府对了当地进行化学封治甲封查，嘛伫周边的区域喷药啊。但是前有一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嘛伫影控虽然医术天高热，但并无留伫病院。对此，议员开记者会质疑政府的管控敢是出现问题。日前影控区出现了第一个本土的天狗热病例，市府嘛马上做出化学封治的处理。同时，市长也伫1号上午召开封治会议，希望全民做伙做好封治的工作，将天狗热的伤害降到上低。不仅是永康区在做处理，我们还有其他区，东区跟北区，这个按疑似病例曾经接触过的一个处所以及他工作场所，我们都加强喷药。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出现的第一个案例，能够经过大家努力的状况下，1个月后能够不再出现案例，那表示这个案例都断掉了，哦，那表示这个防治有成效。那如果再出现疑似的案例，我看必要的话，全市总动员也必须做了。但是伫6月初的时阵，伫影控区又出现一名境外移入的病例，但是患者并无伫病院观察，颠倒是伫影控区拍走，嘛造成当地民众的不安。对此，议员也认为卫生局的防疫出了问题。我们息息相关的是，我们这一个六甲顶这一个案例，它也是2型的登革热，它的地方是不明的。我们担忧的是，这一个越南女子她在奇美医院就诊了，确定她是6月2号，确定她是2型的登革热，她是在这个地方拍照这么多天，6月2号确诊。到下午的时段8点多，你说你们找的天罗地网，可是你们本来就应该掌握得很清楚，他在奇美确诊的时候，他就不应该走掉的，对，他就不应该走掉的才是关键点。针对议员的质疑，卫生局的科长表示，这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在确定是天狗热以后，卫生局就马上去找到患者，并协助伊到市的病院住院。当时，迄个病例所到的所在，拢有做好化学的封治。为什么会6月6号出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他的病毒血症已经过了，代表他没有风险的，所以他就可以在外面趴走，就可以这样子的。只要他到的地方，我们都有喷。所以为什么汽车旅馆跟那个范围方圆半径50公尺，我们全部都喷？是喷 KTV 还是喷护肤中心？全部都喷。范围在那个地方的范围半径50公尺，全部都喷。面对这件的天狗热，市长嘛呼吁第一线的医疗院所。如果有发现可能是天狗热的患者，就要进行快筛。同时也希望市民朋友会使多多注意家中资成员的清除，共同来对抗天狗热。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议员张世贤担任民选的地方公职已经超过30档，伫伫内政部3顶的奖章相当不简单。1号上午，议长郭庆良代表中央颁发奖章甲奖座，同时代表议会致敬7笑长的匾仔，场面热烈温馨。议长郭信良指出，张世贤议员中进33档，对担任白河镇代表会副主席、白河镇长、台南县议员以及县市合并以后的台南市议员，经历丰富，是台南市议会大先辈。得奖唔定是靠年资，更加是靠实力。不过张议员却真谦虚的表示，一切拢是选民的寄托加责任。张世贤议员呢，伫这个奖情的过程中间。为民国75年，甲近108年呢，奖情的资料非常的完整吼。为咱的代表会副主席到镇长、议员、合并了的议员，足少有民意代表呢奖情30几档，而且资料这样完整的吼。这实在是若无服务非常好啦吼，基层非常的用心的经营，无同广泛得到选民的心啊。这种的行为，值得咱家肯定。较学乐，所以特别来颁这个内政部予伊的奖吼。这个公营啦吼，毋是我下啦吼，属于吼逐个百姓下啦。因为这毋是我搞的，是因互我做的。啊，我敢认真拍拼，为地方服务安尼尔啦吼。啊，这公营的这个气氛哦，互逐个来享受一下吼。啊，有若甲咱
这区吼新营咸水柳营譬如东山后壁吼，这乡亲吼，甲因说谢一下吼。这机会是因互我的啦，我会阁继续秉持着过去服务的精神哦，阁继续吼来为百姓来服务啦吼。议长郭信良除了代表内政部颁证3顶的奖章加奖座以外，另外议会嘛特别颁证一座7尺长的社会匾仔，甲现场的乡亲以及服务处的人员同齐祝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市府经发局今年来传染咱又一个中小企业进军国际。上午新任经发局长郭阿梅一上任，就宣布6月底参加今年东京流行产品的配件展览，总共有12间业者参展，预计早来2亿8千多万的商机。7月1号有一个新制上路，就连市府新任的经发局长郭阿梅嘛，伫个今仔日正式上任。市长黄伟哲因为看好郭局长伫个中央经济部工业局的理念，特别延揽日假。伫个上任头一天，经发局嘛发布今年伫个东京流行产品的配件展的好成绩，总共12间的业者参展，预计潜在的商机将会当达到2亿8千多万。亲像这间以创意手工绣花为为例。内面的设计拢是以台南的文化甲多样为出发点。我们是结合刺绣工艺跟手工鞋的工艺，那比较特别是我们用台南的在地元素去做绣花的设计，像这一款是以台南的地图下去设计。那台南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那它的特色是有很多的圆环。那我们将台南圆环这样的特色，不仅设计在鞋面，我们连鞋底都是台南地图的一个设计，希望穿我们鞋的人可以感受到台南府城慢活的一种感觉。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以台南的剉冰这种甜点来做设计，像这一系列这一款就是台南的芒果冰，那这款是相当受日本人欢迎的。除了持续带领台南优质的中小企业进军国际，另外未来发展，郭局长嘛看好沙仑的日林产业，希望会用为大台南带来更加多经济效能。毕竟呢，台南市呢是我的故乡。那么我也非常热爱这个地方，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我也希望借着呢这个沙仑科学城呢这个绿能产业呢，那么这一块呢是我们台南市呢经济发展的一个契机。我希望利用这样的一个契机呢，可以呢把我们的绿能产业呢把它呢打造起来，然后让创新的一个产业呢那么可以引进来，然后呢把我们台南市的一个经济呢可以打造成一个产业的一个重镇哈，那么也落实到市长讲的做得更好，过得更好。透过经发局全球经贸合作的拓展活动，不但会用予参与的厂商分享国际经验，另外透过展会期间，忙的行销洽谈，为台南的厂商增加侪商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已经迈入第3档的台南市英语月读季，今年伫侪民间资源的协助扩大举办，包括将近100场的名人英语讲座、线顶英文闯关等5大主题，相当丰富，而且更有机会得到精美的礼物。市长黄伟哲嘛提醒市民朋友爱好好运用这摆难得的英语资源。举办迈入第3档的台南市英语月读季，今年伫侪企业赞助之下扩大办理。规划包含英语故事屋、名人英语讲座、线顶英语闯关、创意投稿活动、英语魔法校车主题，将近100场的活动，巡回台南各地。台南市长黄伟哲嘛希望民众爱踊跃参与，提升家己的英语能力。机会是人给的，但是要靠自己把握。我们的同学一定会好好把握各位给的机会。那台南市现在是学童的英语力、阅读能力以及整体的表现是全国第3。那我们营造这么好的环境，市府团队会努力但是也谢谢各位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下次一定要拼第2，再拼第1。那多谢各位。那其实从今年开始，那个的未来的1年 ，Stylistic 也给我们这个线上的这样子的一个阅读的那个机会，所以让我们的同学在暑假期间，应该是说让我们的市民在暑假期间，未来的1年里面都不于这个没有教材，所以这个时候再学不好英语就不能怪别人，就要怪我们自己。
台南市英语活读会宣传记者会当中，嘛透过影片回顾过去2档举办的成果，嘛预告今年的活动内容会更加丰富。今年的音乐活读会，除了有富勒梦教育基金会赞助172万，以及台湾中裕公司赞助50万以外，还有教育企业单位赞助英语电子册系统，金控公司更赞助限量的乌熊钱包，饭店以及册局嘛提供丰富的抽奖奖品，结合各界帮忙，做伙推动英语学习这个目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咱在地永庆馆30号上午选伫南胖商场附近新开一间店面，包括立委、议员等在地贵宾拢阵容祝贺，场面相当热烈。会中该企业的执行长嘛当场宣布，对今开始一直到7月30，将捐出营收的5%来帮助创世基金会。因为看好主题养生加富城观光林调。目前伫安平、永华、甲东区各有一间主题养生馆的业者黄强全，因为看到来台南观光客暗时无所在去，因此特别从东区南胖的凯旋路分店由原先的2楼扩大到3楼，而且24小时营业，上济会当同时容纳120位，希望会用攻占观光旅游客的市场。台南人吼，甲外国的人来遮有感觉讲，他有休闲的感觉。我们不一样，就是镂空的挑高，木材打造的，然后石材，酒材，全部都是天然的材料，拢拿来佚佗，那是社区的安平嘛，然后行老街、赤坎路，走完了以后，脚若酸来遮放松压脚。因为我无同款的所在就是，我头拄有讲过，就是讲占地差不多1000多坪嘛。也可以容纳很多观光客，外来的客人，马上会当来，一团然后100个，可以容纳120位左右。甲一般传统开放式的主语无同，业者不但伫1楼规划主题包厢，对入门的星光走道、到指引的包厢，亲像行伫丛林内底，加上包厢内面的小木屋氛围，不管是3、5个好朋友，拢感觉真隐秘。连平常时走摊的民意代表。3不5时，拢会用来遮轻松一下。平常时走摊吼，会当讲拢咧四界拍拍照，其实差不多脚啦、手啦，有当下都已经跑到没有办法听我们的使唤吼。但是都要趁个小空档，没有很长的时间小空档，然后来这边拜托师傅帮我们抓一抓，把一些重要的经路给棒棒的。其实才短短的几十分钟就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解除很多的疲劳，所以这是一个袂歹的所在。传统的民俗融合了现代化的一些设备，而且这是一个新开的店，它甚至把我们户外的芬多精带到室内来，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很多的人在你的工作之余，很疲惫的时候，能够在这里享受到短暂的一个轻松，还有能够让你恢复你的疲劳。配合新店的扩大营业，业者嘛以实际行动关怀弱势，
伫开幕期间头1个月，将提拨营收的5%捐予创世基金会来照顾植物人。如果提拨的金额无到6位数，业者嘛将补助。同时嘛将无定期来举办公益活动，帮助更侪弱势族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让观客当感受到台南无同风情，市府农业局甲走马路农场特别合作规划了第1摆草地音乐节，同时结合农特产品的促销，甲农村嘉年华，6号就将正式登场。地主市长吴伟霆嘛亲自开记者会宣传，邀请全国民众拢做伙来到热闹。 7月份的暑假，台南为了让全国的游客拢会使感受到无同的风景，市府农业局特别甲走马路农场合作，要伫6号到14号连续2礼拜的拜六拜日，举办第1届的草地音乐节。到时阵将会邀请知名的歌手梁文音、傅琼英等人到场表演。1号下午也来举办宣传记者会，市长王伟德也亲自出席。除了邀请民众共同来参与，也希望大家会使提早到当地，无按时才来可能会大塞车。我们很欢迎年轻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农村朋友、都市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走马来，不仅是看歌手、听乐团，我们觉得其实还有很多品尝农产品的机会。那白天就要来，不要晚上再来，晚上来已经挤不进来。我觉得在白天一来，一方面可以饱览湖光山色、走马濑农场的这个风光，所以你如果白天来的话，可以饱览走马濑农场的风光。那晚上来可以听音乐会，那可以。 这个品尝好的农产品，以及我们的许多农产加工制品，保证你这个什么都是饱满的，只有荷包是扁的哈。因为你会花很多，什么都想买，这个也想买，那个也想尝，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带着你全家大小，还有一颗快乐的心，来走马濑农场草地音乐节。这届也特别结合农村嘉年华甲农特产品的展销，嘛将会有食农教育的体验。 以及侪丰富的活动甲文创市集，除了邀请民众来到走马路倒伫草地听音乐以外，嘛将要甲台南优质的农特产品推广出去，让全国的民众拢会使品尝到好食的农特产品。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对啊，第1摆举办的草地音乐节，另外一年一度的台南夏日音乐节，7月20嘛将伫将军渔港开唱。 市府这摆邀请侪少年人拢真喜欢的艺人团体到场表演，包括831、茄子蛋乐团，也有歌手陈芳宇等等，阵容相当坚强。历经邀请所有歌迷做伙来参加。 2019台南夏日音乐节7月20号将伫咧将军渔港登场。市府今年邀请的演出艺人团体有831、茄子蛋乐团，还有 DJ 瑞瑞以及实力派歌手陈芳宇等。活动同工来到现场，除了会当听音乐以外，主办单位还安排文创市集通西，让参加民众有通食，阁有通耍，亲切感受台南独有的夏日音乐盛会。7月20号晚上6点，在将军渔港。 热闹开唱啊！我们这一次的卡司呢，非常的丰富。刚刚在大家听陈芳宇演唱的时候，已经可以感受到好多年轻的朋友都在旁边尖叫哈。啊，我们这边包括有831，包括有陈芳宇、李友廷、萧秉治啊，还有那个吕思伟哈，还有雷雷哈，还有那个茄子蛋哈，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哈小龟哈啊。我们在现场呢，为各位朋友呢，除了准备了这么精彩的演唱会以外，还有。 我们有胖卡卡丁车的美食，哈，有文创市集，另外也搭配次的音乐节的活动呢，我们有准备了主题行程，好，那也还有各式各样的在地的美食飨宴。台南市管理局嘛表示，音乐节活动好康不断，东港下晡3点开始，就会进驻真侪人气摊车，提供手作商品以及创意美食。 欢迎民众提早进场吃好料、看美景，得到音乐发出爽快。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对将准风开始雷好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平均风力4到5级，上大阵风8级。
感谢收看7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